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过来摆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咱生活中较罕咧讲到，若是做菜的朋友就足了解，这里就是糠。糠就是五谷烫落来外皮，像咱讲米糠、麦仔糠。米糠就会当分做粗糠甲幼糠。粗糠就是稻仔烫落来外圆壳，会当摕来做肥。嘛人讲是糠仔，内底圆就是米糠，嘛人讲是幼糠。另外，这里文音读做糠，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米糠就是稻仔外口皮分做内圆，也有外圆。外圆就是粗糠，若内底圆就是米糠。第二个词读做糠台，就是米糖的一款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因兜的时代较爱食糙米，认为讲有米糠较健康；也毋过少年的就较爱食白米。有时阵糙米糠久，若是无咧食，就会洗糠台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糠，另外文音读做糠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